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胡适终于站上了4000点。昨天见到了4000点，但是没能守住。今天是真正的很轻松的站上了4000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7%，深圳成指涨1.95%，创业板指数涨2.93%。更离奇的是北证50指数大涨8%。而且就是尾盘越涨越快，不知道受什么消息刺激这个北证50指数大涨8%。不过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又是赢了指数输了钱。今天是一半上涨，一半下跌，这个中位数居然是0%，也就是一半的股票涨幅在0%，也在下跌。所以说虽然现在创了10年新高，并且守住了4000点，但是金融消费者高兴不起来整个市场情绪面对吧，并没有出现集体高潮的情况。并且绝大多数个股还是在下跌状态。咱们一直说的整个社会对股市的讨论度不像前2次牛市那么热烈。所以说这一轮牛市和上2轮牛市这个确实不太一样。以往牛市那是鸡犬升天就什么股票都会涨，极个别的股票会这个反过来走。但是这一次确实有很多股票根本就不涨，一直在下跌。你比如说这个白酒股对吧，大消费，很多个股居然还在创新低，还有一批股票居然在3000点以下位置。这一轮行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什么新股民进场，本质上还在冷眼旁观呢。所以说今天虽然创了新高，但是它的成交量还是一般，不多也不少2.2万亿，比昨天稍微多点。但是跟这个以前的动不动3万亿相比还是说明这个情绪不高截止到2025年10月28号 A 股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5444家，总市值突破118万亿，连续5年稳居全球第2大资本市场。但是从中受益的散户非常少，总市值接近120万亿。今天我们要讲的跟这个胡适也有关联讲的是个上市公司凤凰网财经前天有个报道叫中产女性不买单了，医美暴利崩塌，也就是又一个行业崩盘。这个行业就是医美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这个凤凰财经它是怎么报道的它转发的是一个叫研财经的文章，说消费医疗行业曾被视作中国最暴利也最混乱的生意之一，受到无数中产女性的追捧。行业内也一度出现了牙毛、医美毛、疫苗毛等知名企业，也就是对标茅台就是在他们细分赛道里面的茅台。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一度我都观察到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大街上那个1楼的店铺最早是餐馆多，后来餐馆不行了，变成这个补习班、各种辅导班，还有这个房产中介，还有药店。后来慢慢的这些药店、房产中介也不行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医美。现在恐怕连医美也不行了。医美行业如果崩盘的话，那你说说这个消费怎么起来呢？这个女性对吧，尤其是中产女性最愿意在医美这块给自己花钱，不惜代价对吧，屁股上动刀、脸上动刀都是几十万。如果医美行业崩了对吧，那就说明这个形势不容乐观。他这文章说受到行业竞争、消费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4年过去，医美板块仍未走出结构性调整的阴霾，曾经高光时刻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全行业深层焦虑。这是整个行业就像房地产行业一样，它不是哪家企业不行，整个行业都不行。那反映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开始勒紧裤腰带了。如今这些企业正在遭遇滑铁卢，且不说小企业，许多头部企业也陷入了困境，他们业绩缩水，股价应声下跌。以医美茅台爱美克为例，其动态市盈率已从2021年巅峰时的300多倍大幅回落至30倍左右。截至10月27日，爱美克总市值约500亿元，虽然任居 A 股美容护理板块市值 TOP 1，但较巅峰时期跌去约1200亿元，落差之大令人瞠舌。这个茅台大概也是2021年达到顶峰吧，我有印象就2021年茅台好像3000多一瓶嘛，那大概是最高的时候了，后来就一路下滑。或许是急于寻找新增长点，爱美克近期频繁跨界，不仅在9月底宣布切入毛发医疗领域，推出米诺地尔，还在10月获得首个化妆品新原料备案，试图在红海之外另辟蹊径。然而真正牵动市场神经的并非这些尚在腐化中的业务，而是一场围绕童颜针
埃素菲独家代理权的争夺战，对手江苏吴中手握童颜针这棵摇钱树，艾美克岂能坐视不理？即便被指翻脸不认人，在真金白银的利益面前，声誉似乎已变得无足轻重。我记得这个江苏吴中不是退市了吗？有印象啊，即便没退市，恐怕也是在退市边缘了，苦苦挣扎啊。这事听起来也就是一则普通的仲裁纠纷，但细看下来，两家上市公司以公告为鉴，隔空对峙，实则折射出了整个医美行业在增长失速下的集体彷徨，也就是这个行业内卷加剧啊，都活不下去啊，所以格外这个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吧？说盯上最肥的那块蛋糕，两家上市公司拿着盖着公章的公告隔空互撕。前几个月，先是濒临退市带薪的新 SD 苏吴，也就是江苏吴中发公告喊冤，说自家控股孙公司达透医疗收到了艾美克那边单方面发来的分手信，来自艾美克旗下韩国子公司的一封解约函，上来就要把达透医疗手里艾素菲的中国大陆独家代理权给撕了。没多久，艾美克就拎着证据链直指对方先不地道。解约这件事啊，就是因为达透医疗搞的违约转让独家经销业务，将独家经销业务实际转让给其控股股东吴中美学，违反了协议约定。原告江苏吴中达透医疗与被告艾美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0日立案。与此同时，9月23日，韩国这个公司啊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下发的反请求受理通知，申国仲对该公司就其与达透医疗之间经销合同纠纷事宜提出的反请求予以受理。只要看一眼童颜针艾素菲的含金量，就知道这场战火为啥烧得这么旺。童颜针呢，天山童姥，我有这个印象啊，80岁拥有10几岁的脸庞，叫童颜针。艾素菲单支能卖2万。江苏吴中年报披露啊，2024年艾素菲在中国销售额达到3.26亿元，2025年一季度为1.13亿元。面对业绩增速放缓、急缺新增长点的艾美克来说，这块肥肉要是能拿到手，自家的童颜针叫乳白天使，既能少个劲敌，又能啃下一块高利润市场。最肥的那块蛋糕，没有人想放手。先说说这个艾素菲啊，他说这是韩国啊一家公司搞出来的一款产品，已经在韩国上市超过10年，是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的医美注射类填充剂。2024年1月，作为一款成熟的产品，艾素菲拿到了国家药监局注册证，直接成了国内首款进口童颜针，独家进口，极具吸引力。不知道有没有得到这个低保老人的首肯啊和认可？低保老人不是说要打这个玻尿酸吗？那有没有用上这个韩国最新科技啊童颜针？2021年，江苏吴中带有前瞻性的掏出了1.66亿，把达透医疗的控股权给买了。第二年，达透医疗就跟韩国签了协议，把艾素菲的中国独家代理权揣进了兜里，有效期直接给到了2032年8月。这架势本来是想安安稳稳赚10年的钱，结果今年7月，剧情突然反转，江苏吴中突然发公告哭惨，说自家孙公司达透医疗收到了韩国解约函，对方要单方面撕毁独家经销协议，说好的10年合作怎么说黄就黄了，因为艾美克直接砸钱把艾素菲的亲妈韩国给收购了。2025年3月，艾美克大手一挥，甩出1.9亿美元，大概就14亿人民币啊，拿下韩国的给收了。2025年3月，就是收购完成后啊，上市公司最终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59.5%， 将近 60% 了。自此，艾素菲就是这个童颜针呢，从韩国进口货变成了艾美克旗下的进口货。江苏吴中手里的独家代理权突然就变得岌岌可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江苏吴中啊，他把人家这个收购了一家这个叫什么孙公司吧，这孙公司拿到了这个童颜针的代理权，这个艾美克就更狠了啊，直接把人家这个母公司给收购了，就直接把人家那个韩国啊生产这个童颜针的公司给收购了。那你说艾美克他就没打算对吧，让这个江苏吴中啊再从中分一杯羹了，就你来代理销售这个在中国啊销售这个童颜针呢？艾美克称啊，达透医疗早就把艾素菲的独家经销业务啊偷偷转给了吴中美学，这明显是违反协议的操作。他们顺带还补了一刀，说将吴中美学的股东江苏吴中
中高管之前因为违反证券法被处罚，把品牌声誉搞臭了，这锅必须由江苏吴中背。那江苏吴中他有他的问题啊，财务造假确实不光彩啊，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今年7月，证监会直接通报说这个江苏吴中啊财务造假，隐瞒资金占用，妥妥的财务骗子，也就是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钱。最后不仅被挂上了退市风险警示，董事长钱群山还被处罚10年不准进入证券市场，就市场禁入啊。但江苏吴中不同意这一说法，说达透医疗根本没有转让过代理权，纯属子虚乌有，还拿出协议当证据，说里面从来没有约定过关联方被处罚就能解约，直指艾美克趁人之危背信弃义，协议条款沦为商战武器，是非曲直尚待司法裁决，但利益驱动下的博弈逻辑已昭然若揭。艾美克方面称，针对韩国公司与达透公司之间的经销合同纠纷案件，公司和韩国公司高度重视，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医美茅台狂飙时代，艾美克在国内医美圈本就是大佬级的存在。早在2004年，医美还没像现在这样全民狂欢，大多数人对打针变美的认知还停留在听说过但不敢试的阶段。这低保老人都已经试了，对吧？打玻尿酸嘛。艾美克的前身北京英之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经悄悄入场了。1年后，公司改名艾美克，这个名字直白到毫不掩饰野心，也为后来20多年的故事埋下伏笔。艾美克一早就知道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2009年，艾美克推出了首个自主研发的医美产品医美，是国内首款拿到3类医疗器械证的玻尿酸。你看看，玻尿酸登台了啊！在此之前，国内高端医美市场基本被进口品牌垄断，大家想打支靠谱的玻尿酸，要么花大价钱找进口货，要么就得赌小品牌的运气。医美一出来，立刻成为国内医美行业国产替代的重要产品。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是艾美克的开挂期啊，宝尼达、艾芙莱、嗨体等每一个产品都颇受欢迎，毛利率都在90%以上，那这个比贩毒要合算了。在这10年里，艾美克的业绩跟着飞涨，2016年营收才1.4亿，2019年就冲到了5.58亿，年复合增长率40%以上。2020年9月，艾美克在深交所创业板敲钟，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收获医美茅台的称号。有了资本加持，艾美克的步子迈得更大。2021年推出了乳白天使，又是一款全球首款，主打再生，宣称打了之后能刺激自身胶原蛋白生长，相当于让皮肤自己变饱满，直接把医美从填充时代往再生时代推了一把。到2023年，公司总资产飙到68.5亿，对比上市前说是跨越式增长都显得保守了。透明质酸填充剂、肉毒素这些领域，它也早就站稳了脚跟，家底殷实。艾美克在再生针剂领域早就开始排兵布阵，收购韩国公司对艾美克来说一方面韩国公司在聚乳酸再生材料领域技术刚好能让艾美克在长效类、再生类填充剂上产品矩阵更全；另一方面，韩国的全球分销网络相当于给艾美克打开了出海的大门。文章最后说中产女性掉链子，说但艾美克这位老大哥最近也有前景的烦恼，就是连医美行业的茅台现在也缺钱了。说今年1季度艾美克营收6.63亿元，同比降了18%，规模净利润约4.4亿元，同比减少16%。艾美克1季度营收和规模净利润均为5年来首降，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像那个房地产行业的那个央企保利半年报显示其实现营收13亿元，同比下降22%，规模净利润7.9亿元，同比下降30%。也就是说，它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下降的厉害他说这哪是业绩波动，分明是踩了刹车。要知道以前的艾美克随便一个季度的增速都能让同行羡慕半天，现在不仅不增长，反而是30%的下降。其实艾美克的营收增速早在2024年就露出了疲态，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3%，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2.2%，对比2023年47%的增速，就知道这增长有多么的勉强。溶液类和凝胶类注射产品增速全部跌到了个位数。医美市场的竞争已
经卷到了白热化。医美行业观察发布2025年医美行业上半年机构运营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63%的医美机构营收出现下滑，也就是2/3的这个医美机构是收入都在下降，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实现增长的机构比例仅为14%，在第二季度有58%的机构业绩下滑，其中31%的下滑幅度超过20%，也就是整个行业都在下滑医美在国内的渗透力本来就没有多高，主力消费群还集中在1、2线大城市中产女性，可偏偏这几年大城市以及中产女性的消费力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以前大家咬咬牙就能冲的医美项目，现在都得先算笔账，这个很符合你看这个北京、上海的这个社零数据都在下降，对吧？这奔驰、宝马 4S 店都在关门，那高档餐馆也在关门，所以这些医美没了市场，销售下降，就非常这个符合逻辑新产品想靠渠道红利冲一波销量，结果发现路早就被堵死了，这边渠道没了增量，那边价格战还要打得头破血流。以前靠几款爆品就能谈着赚钱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各路玩家都在抢市场，你家玻尿酸降价30%，我家瘦脸针就买1送1，爱美客就算是老大哥也架不住群狼围攻业绩增速自然就慢了下来。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股颓势根本不是短期波动，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业寒冬。当全行业都在求增长而不得，当利润越来越薄，当转型看不到希望，爱素菲这种能造血的产品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救命稻草，所以那就必须得抢不惜毁约，对吧？按照江苏吴忠的说法，当初爱美客收购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一副抢食的嘴脸。2025年3月收购官宣时，爱美客还公开承诺现阶段不会在中国市场自行销售爱素菲，明明白白给达透医疗吃了颗定心丸，确认了人家独家经销权的稳定性。但江苏吴忠表示，收购完成后就被卡脖子了，韩国延迟向达透公司供货，导致爱素菲产品在市场上出现缺货。面对江苏吴忠的指控，爱美客则称最后一批给达透供货是在7月中旬，不存在故意断货，还把锅甩给了产能。韩国现在2座工厂，其中一座还是2025年第二季度才投产的，实在没货可发。在收购完成后就产能紧张，时机之巧难以不让人质疑。之前承诺不自行销售，是否为了顺利完成收购的缓兵之计？文章说商战里从来没有永远的承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自家业绩亮起黄灯甚至红灯，像爱素菲这样能扛住营收撑起利润的产品，自然就成了非抢不可的目标。至于当初签的协议许下的承诺，在生存压力和利益诱惑面前早就不算什么了。随着法律程序的推进，这场童颜针背后的代理权拉锯战可将进一步揭示中国医美市场在转型期的残酷与真实。这个凤凰网财经转的这个叫研财经的这篇报道，实际上就揭示了又一个暴利行业崩塌。我们常说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吧？经济形势不好，没有哪个行业能扛得住，只有谁先谁后的问题。任正非早就说了，对吧？我记得2022年嘛，任正非说让韩裔吹遍每一个角落，对吧？让韩裔也吹遍每个中国人。咱们在以前做节目也说了，如果你所在的行业、你所在的企业、你所在的单位还可以，甚至还涨了工资，那你应该高兴，你应该对吧？把这个温馨一刻也永远记下来，因为来日无多了，韩裔就在路上，对吧？韩裔只会迟到，不会缺席。本来这个医美产业是吧，那是躺着赚钱呢。医美产业那好多人看来那这都是智商税，是不是？全国各地各大城市这种医美机构像雨后春笋，但是就这么个暴利行业都扛不住了。这就说明这个消费对吧，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有钱人他也勒紧裤腰带。这个有条件的他恐怕去韩国搞医美去了。国内呢这些医美的这个消费者我认为恐怕都是一些不上不下的，就是他去韩国呢就是费用有点高，他就在国内，这种人恐怕就是属于那种中产。你说有钱吧，他也没有太多的钱；你说没钱吧，他收入还可以。还有很多这个一些爱美女子她是这个医美行业的这个重点客户，但是现在收入下降，对吧？他们的收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去打那个什么水光针对吧？那些什么童颜针，这个网上有梗经常说一个家庭里的消费对吧？是女性是排第一的，男性排第四，对吧？应该有这个梗吧？就是男性花钱很少。当然了，这有些地方赌博可能花的比较多就在
我们说的日常消费里面，那女性是排第一的，化妆品，对吧？这个医美、服装，男性在这方面消费啊是跟不上，是赶不上女性的。排第二的是孩子，对吧？排第三的是宠物啊，狗啊。所以说这个医美行业啊塌方，已经说明这个经济啊目前确实到了这个紧要关头啊，就是通缩啊，连女性都不花钱了，而且在美这块不花钱，那说明这个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地步。一般的啊，跟医美这个相提并论的，还有这个奢侈品，对吧？这个女性啊，对这个包、名牌包啊，对吧？名牌的这种香水等等啊，更情有独钟。实际上跟那个医美啊是差不多的。这个在10月18号啊，时尚商业啊也是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我就不介绍了啊。他这文章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奢侈品的30年盛宴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他说，在30年里，奢侈品行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全球年均增长6%，几乎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而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上升，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扩张。奢侈品从贵族的特权变成了中产的梦想。1990年的香奈儿，2000年代的 LV，2010年时代的古奇和迪奥，奢侈品从身份象征已经转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那是一个人人都能拥有一点点奢侈的时代。这场盛宴燃料有2个引擎，第一个是中国，说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无数家庭跨入富足，中产阶层和新富人群渴望通过奢侈品表达身份与成功。换句话来说啊，需要符号来彰显跟别人的不同。第一支 LV 包成了社会地位跃迁的象征。很多这个白领女孩啊，一上班拿了2月工资之后就要买一个 LV 的入门款，这个在过去10年啊，这是标配啊，5000或者1万是吧？买个 LV 的包那叫入门款。但是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了啊。那第二个就是美国啊，这文章说啊，他说美国的低利率和宽松信贷让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空前膨胀。他说这2个引擎共同塑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欲望共同体，但引擎正在失速，支撑这场繁荣的根基正在松动。中国奢侈品市场在2024年下滑18%到了20%，这不是暂时的波动，而是结构性转折。收入不确定性削弱了消费信心。2024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减少约5000万消费者，绝大多数是这些渴望者，他们不是暂时离开，而是被价格与经济现实永久挡在门外。过去4年，奢侈品平均涨价20%，但消费者收入增长并不如人意。说奢侈品正在回归它的本源，只为真正的富人服务。当中产的梦碎了，这些奢侈品还能卖给谁？美国市场到底怎么样咱不清楚，但是中国市场完全符合他的这个描述啊，对吧？从去年前年就有文章在说这个奢侈品啊，现在你不要说奢侈品了，就那个2手名表啊，现在都已经没人收了吧，名表也卖不动。奢侈品30年的盛宴确实走到了尽头，但正如每个周期的终结，也预示着另一种价值的重生。那些能够重新定义奢侈、理解新一代消费者，并在2极分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品牌，才有资格书写下一个30年。繁荣让人盲目，但衰退则让人诚实。所以说啊，这个奢侈品还有医美，这个跟女性啊消费跟女性关系更为密切。那这2个行业都已经不行了。这个从一个侧面啊，也印证了这个消费为什么这么拉胯，对吧？这个国庆节啊、中秋节出去游玩，人均消费114，这就已经能说明问题。消费熄火，不是消费降级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